一般大众对殡葬的理解通常只有3个字：殓、殡、葬，也就是整理遗体、举行告别式以及最后的安置。从富贵的角度来看，殡葬其实是一整段过程。我们常用5个字来形容缘、殓、殡、葬、序。第一，缘指的就是缘分。有些人会在有缘分的时候选择提前做好生前规划，这本身不是迷信，而是一种为家人先想好一步的准备。第二，殓是对逝者大体的照顾与整理，重点不只是技术，而是让逝者走得安详，走得有尊严。第三，殡是告别的过程，透过合适的仪式，让家属与亲友有机会好好说再见。第四，葬是安置与归属，让逝者有一个被尊重、安稳的最终去处。第五，序指的是后续的记事与纪念，也是帮助活着的人把情感延续下去，继续生活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殡葬不是把人送走，而是把一段关系好好的圆满。